電影歡迎嚟龍餐館，你睇咗未啊？未睇就啱晒啦！社長呢集要講下呢出戲嘅創作背景，幫你哋更好咁理解劇情。故事發生喺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期，當時美軍突然發動襲擊，搞到伊拉克嘅老百姓原本安穩嘅生活瞬間破碎，當地物資緊缺，日日死人冧樓，七國咁亂。咁點解當時美國要打伊拉克呢？美國就話薩達姆政權擁有包括生化武器、核武器原料在內嘅大殺傷性武器，違反海灣戰爭後嘅裁軍決議，仲屈佢哋支持恐怖分子威脅中東乃至全球嘅安全咁話喎。呢個天地會定屈字堆啊！但事後美軍全面搜查伊拉克，所謂嘅大殺傷性武器一件都揾唔到。如果當初薩達姆真係有大殺傷性武器啦，我就唔使俾你執幾嘢啦。好明顯呢個係莫須有嘅藉口嚟㗎啦。而實際上，時任美國總統小布殊真正嘅目的係有兩個，一個係石油戰略。伊拉克保守估計擁有1450億桶已探明嘅原油儲量，約佔全球總儲量嘅9%，全球排名第5。掌控伊拉克嘅話，美國一方面可以把控中東嘅石油產區，牽制依賴中東石油嘅歐洲、東亞各國，同時穩固石油嘅美元體系。另一個目的就係要化解當時美國國內嘅政治矛盾。2001年911事件後，美國民眾反恐情緒高漲，小布殊政府需要一場戰爭嚟轉移國內嘅矛盾，而國內嘅軍工複合體亦都可以通過戰爭嚟獲得巨額訂單同埋利潤。雖然係由美國挑起發生喺中東嘅戰爭，但係電影裏面全程係通過一個中國人嘅視角嚟觀察，而呢個中國人係有原型㗎，佢個名叫做劉磊。就喺伊拉克戰事主要階段啱啱結束咗冇幾耐，巴格達嘅物資匱乏，中餐稀缺。原本喺國內搞 IT 嘅劉磊劈炮唔撈，攞住幾千美金喺2003年同佢嘅合夥人去到巴格達搞咗一間叫做中國龍嘅中餐館。後嚟佢將生意做到去美軍控制嘅陸區，主要為美軍、戰地記者以及其他鬼佬提供伙食。由於穆斯林國家禁酒，而美國佬又係酒鬼，日日酒癮發作，所以劉磊就諗計從黑市度採購啲酒嚟賣俾美軍。佢哋用2美金收購一樽威士忌，然後喺陸區度用10美金賣俾美軍，賣1支賺4支，賺到佢哋笑。兩條友喺巴格達做咗年半生意，最後一計數，扣晒所有成本，合計盈利308萬人仔。當時大量士兵願意高價買酒，經常開住悍馬，甚至用直升機嚟送餐取酒。呢段經歷直接喺電影裏面被改編成日頭做餐館，夜晚變酒吧嘅核心劇情。電影中嘅關鍵人物魯扎喺出戲裏面係屬於聖興黨，歷史原型係伊拉克阿拉伯嘅復興社會黨，係一個以遜尼派阿拉伯人為核心嘅揸 fit 人群體。復興黨當年係屬於薩達姆舊政權嘅世俗官僚體系。戰爭期間，佢哋有啲加入咗美國扶持嘅伊拉克臨時過渡政府，繼續留任公職，起到咗穩定地方政局嘅作用。後嚟美軍實行去復興黨化嘅政策，促成咗什葉派嘅掌權，最終造成咗魯扎呢類人嘅家庭悲劇。呢個就係點解後嚟魯扎會加入伊拉克本土遜尼派極端反抗武裝，成為咗佢哋嘅復仇型技術骨幹。關於遜尼派同埋什葉派嘅恩怨，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嘅話，可以出句聲，社長可以專門出一集嚟講。中間有個小插曲，就係片中嘅龍餐館接到一單伊拉克婚慶到會嘅訂單，搞到好似飲燈酒咁。而裡面飾演新郎嘅演員就係伊拉克網紅老王，佢亦都係社長嘅朋友。我哋舊年喺創作者大會上認識，佢嘅童年記憶就係日日打仗，呢個可能係佢點解咁驚炮仗聲嘅原因。呢部電影打破咗戰爭距離普通人好遙遠嘅認知，提醒觀眾珍惜當下嘅和平生活，同時展現出中國人溫和處世嘅方式，唔主動挑起衝突，但見到弱小受難嘅時候願意伸出援助之手。如果你已經睇咗呢部電影，歡迎分享你嘅感悟。如果你仲未睇嘅話，睇完今次社長對呢出戲嘅背景介紹，你會唔會去睇呢？今期先講到呢度，下期見啦！